来继续来看这个香港政府为着要来对抗着来到上届的第5波的疫情，伫22号是祭出着上新的防疫措施，真严格哦，包括全民爱普贷3届，中小学提前到3月甲4月就开始来限暑假。香港政府按算后个月开始，要强制全香港740万人做核酸的检测，每一个人拢爱做3届。若是检测是阳性，就马上来隔离；若是要接受体检，就要来处罚。因为安尼，香港政府设几啊百个检测中心。另外，全香港的幼稚园甲中小学7、8月暑假提前到3、4月就开始来放。空出来的校舍都用来体检，或者是注疫苗。禁止伫餐厅食食的规定嘛延长到4月底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